分着比互阿来煮的，对无？啊，其实好个啦，但是因为遐即摆礼拜四啊、礼拜早啊开班，那咱有真人大家去，咱真人大家去，毋捌去的一半班啊先断。若是都捌去啊，就毋知要讲啥，也无准备，就甲上赶紧。所以礼拜早啊赶紧，礼拜下晡即马有煮饭，有煮菜，两个人煮一项。无，我讲若无互恁大家煮饭，恁拢袂晓煮。昨昏才小想，手不离三宝，小姐啊，拢袂晓煮饭，袂晓煮菜啦，饭炒较紧，袂晓煮菜，就爱教会晓煮，教会咧煮咱袂晓开发。无，我拢甲笑讲哦，后尾就拢关注互你食，你做袂做一半钟啊，互阮食，伊嘛是上爱笑，你嘛对。家己甲一摆讲，互我煮看卖啊，我煮会做歹食哦，迄歹食就是边段咧讲的啦。安怎讲？我煮歹食就你着叫我煮，我歹食就爱更加爱学煮。歹食无歹食要哪好食？但是煮好食、煮歹食、煮咸、煮正、煮甜，毋通介咸。安怎讲？介咸的我就煮来，对无？所以就毋通咸。爱甲学咯，我紧看我煮。你若念较咸，你就甲我今仔去咸，可能就过啊。若煮较甜的，我今仔去糖可能嘛会记的，毋免会使啦，毋免就摆遐重。无煮到尾，我拢袂去食。安尼后尾咱有只慢慢在飞遐来等，安尼咱等较少人去，毋是毋通去呢，毋是袂使去呢，毋是毋免去呢哈，较少会使，因为老晓人摕。所以确实，那会好像会拄好啦，安就因为无互我拄则咧笑讲无即段本来明仔载要去，因为大学上认真世事无完，我袂使完初二要去，要10一天。若无互我干唱片嘛呢？你敢真心看我家一个去遐，人地清爽，地无无清，恁拢袂安尼小可切份之心举一个吗？有影啦，所以嘛是人讲嘛是爱小可迄个，就是讲，尤其是咱即摆早头咱助理都有报告过来讲，咱活动厝已经订签约，去签约啊，签约后壁工课，当然讲种种这较基础，重点是为着要保护迄稻青，栽培遐个稻青。因为就是即摆呢，要去找机都较少啦，因为伊是拢咧上班，要找机都较少，暗时啊，伊拢自动家己来，自动家。要找一半蛇批，嘛你若想讲伊有开店，就来店里找，伊一个咧上班，就拄大上拄，就来找会使。一半蛇啊，无讲去咧找着千偌济关键啦，只是因拢会过。所以呢，这是伫咱遐个所在的。这嘛是互咱真正。兴功立德了凡的机会，我记得较早老师讲一句话：去国外结人缘，去到人地清爽的所在结人，我毋敢讲开放啦，迄两年开放，我无咧讲啦。迄两年我无咧讲，我拢讲来结人缘，人若有善人就结，无善人就无法度。所以呢。结人缘，实在讲，毋通爱下出来。伫咱台湾嘛，常常要结人缘，要大人嘛爱下出来。伫遐嘛一样，语言会通。咱咧讲的国语，就是因遐咧讲的普通话，普通话全中国拢会通。但是地方语言就无一定啊。咱伫泉州呢，讲台语嘛会通啊。咱这叫做闽南语话，这气拢会通，因遐人嘛拢听有，所以咱毋免烦恼，只要咱来就拢会通啊。所以呢，若会拄好呢，咱大家尽量踊跃，咱虽然咱毋哪像今仔日无歹，今仔日可能路上无拄好，若会使呢，咱甲所领领人讲一下，伊会甲咱安排种种一切手续，会甲咱安排好势。咱今仔日学到面的当中。既然拄则讲，既然反正咱大家拢知啊，咱用10分钟的时间，互咱大家做一款的学习，互咱大家学习。当然，互我无一定捌，互我个人的感受，甲咱
如果有无了解，或者是言不达意，甚至呢有种种无合，当然呢，拢会使甲学校纠正，甲学校指导，这是学校呢，伫遮呢，参咱大家做一款共同的即个鼓励学生，10分钟呢，互咱大家呢，用咱会当做一个比如讲大陆迄个代志，来种种去找下好，咱拢会使问，有想要了解，咱会使问，学校知影绝对知而不言，知影绝对定来讲较好，咱讲一个大家注意啦吼。各位一个主编哦，咱如果若对咱当年人所讲解的科比有啥物疑问，还是对额阁无清楚，咱会使举手来问，会当互咱领人，搁再一番，搁较详细甲咱解说来，看咱今年有啥对咱即个科比生意。有无了解，会使搁举手来问问。我徛伫遮会酸的，咱坐2仔袂我徛遮会酸的，所以互我行煞一个较袂酸。好来。今年问讲咱要安怎来远离着颠倒梦想？啥物是颠倒？啥物是梦想？伊可能对这无啥了解咱请咱今仔日搁甲咱做一下解说一下。梦想顾名思义，无应该想的也想，叫做梦想。咱无应该想的，无应该产生的心念。梦心会产生咱的tham欲，因为梦心就是无应该有存在的心，梦心会产生咱的tham欲，梦念会产生咱的智慧。梦想会产生咱的武器，所以呢，伫梦想当中，早头我讲，这是心的物件，这叫做空，这叫做心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心所产生出来的梦心、梦念、梦想，会产生了心之三毒、贪嗔痴。那心之三毒、贪嗔痴，就是造成咱地狱轮回、生死轮回的3条途径，这叫做梦想。恐怖无？毋知互我讲较深、讲较入的，可能听得较会惊吼。但是这物件这本来就有诶，毋是惊着无人毋是惊着袂人毋是惊着袂产生哦，会哦。那什么叫做颠倒？颠倒就是啥？本来人徛好好，你家己落倒头。这个颠倒，那一文字顾名思义叫做颠倒，对无？咱即摆人会颠倒无？敢袂？人常讲一句话：白白布要甲安尼教，有颠倒无？所以伫这当中，真理甲真理。讲一句实相，就是啥？搞不清楚，所以叫做啥？叫做颠倒。人讲真理一条，真理百条。咱每一个人，包含无法在内，拢会将真理甲真理搞在一起。咱要相信无？互我做一个比喻，这是比喻啦这毋是咧讲是非哦。咱选举当了尔，对无？因为呢，某某人对我都有民情哩，对无？对我有民情，我无选好就袂使。但是迄个实在讲，
位无一定袂做啊，无一定会做工课，对无？爱要做官尔，无一定要做书。啊，因为我无选互伊就袂使，我就欠人人情，所以我无选互伊就袂使。所以情理甲真理，咱拢会晓。以前你讲我选贤与能，就选你就袂做工课，对无？日本的都叫人情北的，所以咱都叫这个情北的。所以情北的叫做会颠倒，情北的就颠倒。这是一般的事哦。那以咱人的造句。精简两字，就是讲咱的看法，咱的思维，嘛，互咱的心颠倒。什么精简？明明我看着安尼，是安怎你讲毋是？明明我想的就对，是安怎你讲毋对？因为个人的见解、分析、思维不同。所以个人拢认为家己的想法、做法拢是对的，别人毋对。安尼这是啥？这是颠倒。那要按照什么叫做对甲毋对？要用什么做标准？好，我来做一个比喻。今仔日咱咧修行堂，咱依着了兄弟姊妹众生的标准，做咱修行堂的标准。请问各位，咱若以咱兄弟姊妹众生的标准做标准，我无比伊较歹，我无做比伊较歹的话，啊若安尼，请问以众生的标准做标准，后壁咱的成就是啥？啊？用众生的标准做标准，咧修行堂后壁咱嘛是众生，毋是？因为众生拢安尼啊，兄弟姊妹拢安尼啊。啊，我嘛是安尼，我无比伊较歹就好啦。啊，那呢，伊众生啊，咱才是众生。今仔日嘛是角度，咱若以佛菩萨的标准做咱的修学道的标准，那安尼咱后壁的成就是啥？啊，是不是佛菩萨？是啊，因为佛甲菩萨的标准无共啊。为什么标准无共？修持过程不同，所以咱拢强调佛菩萨伫咱这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所有的精进，拢参众生精进相像。咱的精进与众生的精进相像，那安尼咱尽拢无拢啥，拢颠倒了真理的标准，拢颠倒了修行学道的。赞成，所以我拢是，所以就是专手作者，迄个亲咧讲，叔叔啊，你咧修行安尼好修啊，歹修讲，我较无咧修行。伊讲太无，你讲食菜来，无咧修行，我讲无，我安尼尔，我毋敢讲我咧修行，安怎讲？占不上边。天讲的，我跟你讲，沾不上边的，我是咧从咧特别光谱，沾不上边。过去诸佛菩萨咧修行咧，咱修，咱毋是头壳写业，毋是放弃一切，这拢甲靠会边啊，对无？上教就拄则讲的啊。这对一项咱有做着。都这样做做，所以咱尽拢颠倒讲啥？我真咧修行，有影修行无？有。我讲咱嘛，就是讲我无咧修咧哈。我嘛讲咱逐个拢咧修无？咱有咧修，比如啥？食菜，修学道一定爱食菜，所以我食菜第一个抗战有去，修行第一个抗战一定爱做身有去，所以咱逐个拢有咧修。但是咱既是学佛。学诸佛菩萨的精神，咱学有对无？
尔，灰毛、皮毛。所以哦，今日不讲叔叔，你咧修行讲修行修道讲没有，我才参与。为什么？唔敢颠倒家己？为什么敢颠倒家己？因为我还没有达到，我还没有真正的进阶。无真正进阶，叫做啥？颠倒。就爱真正有进阶，有照迄个轨道咧行，才是真正无颠倒。安尼听无？啊，什么颠倒是啥？心会颠倒，对着了物件，对着了事会颠倒。所以咱人所无离开的多三项：人、事、物，这三绝对无离开。一世人当中，甲逻辑个这三项无离开：人、事、甲物。当个人做什么事，爱什么物件，咱有无？爱。这个人若对我较好，我就对伊较好；这个人若对我较无尊重，对我较歹，我就对伊较另外想。嗱，有颠倒无？佛菩萨是一视同仁的呢，佛菩萨无大细汉的呢，对无？所以咱从佛菩萨的心境决定，书过去真正讲，书来则用，书去则不留，叫做啥？叫做清净。但是咱即摆毋是，书来则用，书去则留，麻烦也一大堆，有影无？书，所以咱伫遮咧袂清净。讲一句，即摆社会妇咧讲啥？不清不楚，袂清袂楚。所以毋则较早过去讲爱讲清楚，说明白，有影无？书爱讲清楚，说明白。今日咧做啥物事？咱咧做圣事。做圣事爱啥？做圣事爱有了圣事的事的代志。有话人讲，物件咱有爱无？拄则讲为求做不求移分，咱即摆也要做伙，也要移分，逐项嘛爱，好有面的爱，变咱是人。咱是人，所以伫这个当中，咱要如何伫人事物的过程，要如何远离起来？但是远离毋是我真正讲放的啊！我无责任啊，我无去插插去啊，随在去啊。咱来知影，如果若甲放不在伊去，而无去参与种种一切，咱人拢有责任，对无？圣人做伊都奥妙，安怎奥妙？人的责任若无了，迄个叫做啥？坐吼，啊坐欠人感觉，毋是欠外口的，家己嘛欠足济，外出的人嘛欠足济。所以咱这修行学道爱啥？内外一致，内外圆满。圣事爱圆满，凡事嘛爱圆满。是。所以我这前日才踮个阵拢做准备。伫家大面讲，我每人啊，你要出去袂使，啊，你会使退休啊？你才毋退休，会使免讲一个，袂使，因为责任，那么叫我讲责任嘛负起，所以责任无负起就是退休。所以，我们要清清楚楚，不要迷迷糊糊的对吧？好了，时间到，但是呢。歹势就比者吼，啊，拄则安尼产一张单来讲租房袂付啦，所以讲延10分钟啦，啊，所以毋是我爱拖平啊，这因为这有进步的无？下猫咪来吼，这时间到，他会搁咧拖平啊，摆伊搁个拖平，所以我会摕进步开啊，所以毋是我来拖平，是因为租房袂付，所以延10分钟，所以咱来克5分钟的时间。咱注意今年吼，咱阁有啥物要来请教着咱讲师，还是对业无清楚的，咱会使举手来发问着咱讲师，阁互伊甲咱做提问，阁较详细地甲咱解说。来，咱今年准备。
感受啦吼。所谓境界的论调，这叫做相。六祖二大境界讲叫做相说，道理上咧讲。所以落入了什么款的境界，落入了什么款的赞处，迄拢是相说讲。为什么爱用相说讲？因为众生命啊，互我做一个例，为什么过去拄则讲修了声闻、四圣谛、苦集灭道这四字当中，苦集灭道，这就是一种的相，既是落入文字，落入了咱言说，咱过去讲言语多端，心行处灭，这拢落入相说。既是就是相说，咱早头讲照相要明理，照物来形容，因为无照物形容，无照相明理，咱兄弟姊妹包含互我在内，袂当了解。为什么咱即摆去读经？为什么咱背经？为什么咱去研究经典？如果咱若会晓去做，过去真正来讲一句话，西方话变成你误食去破敲，所以为什么来讲误？误就是我的心灵。误什么？误咱家己的心。所以，互我毋是咧笑讲，所有的经典什么上歹读，毋是这部圣经262歹读啊，是家己这条心上歹读。所以，咱是借着这本的圣经，咧带动咱内心当中迄条心。所以，落伫相说，为什么在讲苦集灭道？互我用相听讲，我所讲的苦集灭道，苦是一个啥？世间苦的叫做啥？苦相。苦的相，用这个苦的相，佛教化众生用这个苦的相，世间叫做苦海。咱人而且受苦受难，受生死轮回，是我人啊何等的苦。佛先用这个苦相了后，伊才带咱开始，迄个苦相生死轮回，因缘果报是对对来，就是集来，集啥？集咱这世过去世所做的罪业。所以这世才是这个烦恼，所以毋才讲苦海无边，烦恼无尽，是集了咱所有一切心思、一切行为、一切种种造罪造业，所以甲遮人这个业报，来自这个生死轮回，这叫做苦相。了后呢，为什么人讲灭得到？灭是一灭，所谓一灭，人要简单讲啊，叫做啥？叫做究竟涅槃。但是，伊将了西方极乐世界迄种的乐土、迄种的净土、迄种欢喜快乐平安、迄种的现象，成为咱众生兄弟姊妹了解。哦，安想合作，转来西方极乐世界好哦，转来西方净土对我享受哦。所以吼，我无来袂使哦，要来要怎样？爱信，要来爱受得。无修道，无道人救人，先讲入中门道，无达到究竟圆满，袂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生活。所以这是一种的相，互咱看了后才会大方法。所以这个境界是论相咧讲，相说，那是论相。因为兄弟姊妹早头讲，有的时阵，凡是咱看会到、摸会到、想会到，迄叫做有；有的拢会着相。啊，若咱看袂到、想袂到的无呢，是空。那咱请问，有的时阵着想，无的时阵着空，啊，咱要着对一项？咱各位这要着对一项？啊？互我安尼讲，咱毋通用讲我要着空呢。互我做一个比喻，咱今日大家咧学习所讲的拢是法。今仔日咱若转去会晓开始真正去实践，迄叫做知行合一。今仔日转去无实践，当然比较回想讲哦，佛面就是这四种道平安、道福、德管理、究竟，咧上迄10外字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着空、着法。也是一般所讲叫做法执。那既是着离了相说，着离了相，所谓一
注意哈，有可能有要想的，莫甲我想唔对去。如果心有所执着，轮回有咱的份。心有所执着，轮回一定有咱的份。有影无影，有影无影，后日咱大家较知影。因为啥？这无当去看。理由就是上说会当讲尔，但是无的物件袂当讲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啥？清净。好啊。什么叫做清净？修学道就是要达到清净。所以为什么六祖来讲来去自如？我这个比喻有够看，有够无够看。今仔日咱这个肉体生伫这个人世间，有看到我这个身躯叫做生，互我叫做存在，这叫做生。后日互我若无喘气，100岁以后未喘气，等于肉体无诶，人去柳营入园，迄个过行路啊，叫做啥？身躯无看，叫做无，对无？有甲无拢看。身躯有伫诶叫做有，叫做生；身躯无伫诶无，叫做死。但是，这是咱大家现在拢有看哦，即摆上重点后壁一句。互我这个身躯伫咧，敢是伫这个虚无的空间？敢是？互我今日到对已经拢有这个业。互我这个身躯无伫咧，我的灵性敢有伫这个虚无的空间？有存在无？灵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有存在无？有，但是看袂到。啊，若咧请问，六祖所讲的来去自如，有来甲去无？所以人讲哦，有来有去有代志，无来无去无代志。灵性伫咧，肉体伫咧，嘛是伫遮。灵性无看，肉体无看，灵性嘛是存伫这虚无的空间。那安尼有存在无？无免咱讲叫做不生不灭，无免咱叫做不生不灭。所以修行学道，咱主要讲是要回归于咱本来的国家乡，本家乡对。拄则早头讲的讲。咱来西方就说，西方就对去，毋是对西方去，你使对去。所以灵性伫咧，咱嘛是伫咧；灵性无伫咧，咱嘛是啊对伫这虚无空间。有期待来无？有期待来是上说。啊，若问咱大先，96个观察为主。咱讲要度尽96个关卡为主，伊是真正96个人呢，全世界160几个名。所以咱分去转些做精细，算算有遐济无？毋是以数字来算没有，是啥？是教是用的个班叫做权，力就是因的开始叫做生，叫做啥？叫做应用。要度尽所有天下间的善良心。毋是真正96个，做咧咱马上有建设来讲，明日下生讲爱56个7000，无56个7800万年，明日下生咱做需要这来倒来，去互分200个。六祖观经就来讲，作上起来，我发六七个运转，只要56个8000，56个7800万年，我都转到对，一个心念。所以西方。所以人咧甲讲，这拢就是上算啊，无境界。但是因为兄弟姊妹有时啊心就亲，你甲讲迄个无会听无，讲迄个看无到的唱无，因为啥？所以就叫讲爱啥？体会袂到，叫做开悟；体会无到，叫做无开悟。啊，无免咱讲什么叫做开悟？啊，迄开悟到有开悟到无开悟，毋是用讲；有开悟到无开悟，毋是用看。个人的心境感受是用什么？用心感受。啥人咧感受？家己感受家己，毋是别人来咧感受，毋是别人来咧看，没有。所以。境界的部分，境界的所在，上说，毋是什么人有境界啊？
所以最高的境界，一般人坐伫遮来讲，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境界。为什么无境界？因为无来甲去，无生甲死，有生有死就无境界。生死边有境界？无生死才有境界。所以咱修行啊，要真正超生了死，不生不灭，不苦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无较假，无较少，无惊人嘛，无清气。所以毋才叫咱叫做清净无染。那既是清净无染，就是咱本来大家的清净的灵性，一定不染，一心不乱，一念不生，迄搭叫做清净。就边啦吼，这是无爱感受啦。按时间到，啊甚至有来错过时间，啊真抱歉。啊咱呢，今仔日班出就到遮。当然呢，学校若有体会了错误。啊，入不达地，以及着了咱各位哦，那假使讲学校去无犯别人的，而且请咱大家在学校做一番的建议，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快乐成功。感谢你们慈悲前道济公、坤道济公。再热烈掌声呢！一起一班99，中华民国99年12月19日，精湛班圆满闭班，相互吉拉母行3级公里，全道1级功，再级功，3级功。感谢莲师慈悲济公，感谢讲师慈悲济公，感谢坛主济公，坤道1济公，再济公，3济公，感谢莲师慈悲济公，感谢讲师慈悲济公，感谢坛主济公。相互吉拉姆行3级公里，全道1级功，再级功，3级功，持家前人级功，持家哥连4级功，坤道1级功，再级功，3级功，持家前1级功，持家哥连4级功。各位先生，咱家以下收一个吼。